来早起的地动，花莲上大震度是达到6级强。位于受风伤的东华大厦理工一馆，伫个地动发生了后，传出着火警，目前这个火警已经控制了。请记者佑竹来报道。 好的主播从民众拍摄到的影片中可以看到，东华大学理工一馆陷入一片火海，建筑物内传出爆炸声响的时候，还炸出一团火球。从理工一馆外面看，窗户不断冒出火舌，浓浓黑烟直窜天际，从远方道路也能看到。东华大学主任秘书廖庆华说，理工一馆在地震发生后不久就传出火警，现场浓烟弥漫，起火地点疑似是位于4楼的实验室。消防人员与车辆赶到现场后， 发现建筑物内存放有净水性物质，消防人员不敢贸然往上救援，而增加灭火难度，只好请求南投毒化灾应变中心支援。火势约在2个多小时后获得控制，但持续到下午仍在燃烧，而且往下蔓延到2楼与3楼。由于稍早传出爆炸声，消防人员暂时下撤。主秘表示，火灾发生时，理工一馆里面没有学生，研判是地震摇晃造成化学品掉落起火，但详细原因仍需等待火势扑灭后，由消防火调科进行调查。以上是最新情形，主播。 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